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8月1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调整信仰的态度。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8章1到9节。今天的金句，我们要来看8章的6到7节。我们一起来念。撒母耳很不高兴他们要求立王的事，所以他求告上主。上主说：你顺着人民的意思吧。他们并不是厌弃你，而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最近我们看到新闻，斯里兰卡爆发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。就在7月5号，时任总理的威克瑞米辛赫对国会来宣布，斯里兰卡已破产。所以愤怒的群众7月9号就闯入位于首都可伦坡的总统府、总统官邸和总理私人住宅，要求总统和总理下台负责。总统拉贾帕克萨仓皇出逃。7月13日，他搭着军机逃到马尔地夫，隔天他就飞到了新加坡后，宣布已将辞职信以电邮来寄给国会议长，正式书面文件由专人递交，结束不到3年的总统生涯。原任总理的威克瑞米辛赫7月21日宣誓成为新总统。拉贾帕克萨家族其实过去掌控了斯里兰卡政治长达12年，他将国家政治变成了他们家族的生意。因为人的私心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所以没有好好的治理这个国家。我们又看到加上 COVID-19 的疫情，所以导致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就破产了。今天的经文也描写以色列的长老来见撒母耳，他们要求为他们立一个王，好让他们跟周遭的这些的国家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人要管理一个国家真的是不容易哦。尽管我们对撒母耳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所知有限，但是对上帝而言，那些人看来再精彩的故事、动人的情节都不重要。上帝只感动撒母耳记的作者写下上帝认为重要的事迹。如果用太阳来比喻一个人的生命，孩童犹如东升的旭日，那老年呢，就好像西下的夕阳。同样的，在人看来，孩童因着年幼常不受重视，老人因着身体的衰败或热情大不如前，也容易受到忽视。在这些人看来最没有影响力的时刻，上帝却大大使用了年幼及年老的撒母耳。撒母耳记上8章1节一开始就说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因为怕没有交棒人，便急着立他自己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。这表明撒母耳感觉处境开始危急，年纪老迈，若人无法顺利交棒，心里必然着急哦。所以他就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士师。那士师在当时候就好像是法官一样，是要按着公义来审判众民的。但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撒母耳2个儿子的品格却无法得到众人的信任，所以无法胜任这个士师的职分。
那我们就看到在撒母耳，他真的是为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未来传承接棒，他有自己的想法。但是我们看到神如何透过这些民众他们的要求，所以他们要求立一个王。那年老的撒母耳，他的问题就是出在从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，看环境，他知道自己老了，他知道以色列需要领袖，于是他就立自己2个儿子为士师。但我们看这并不是出于上帝的心意，虽然是出自撒母耳他一己之心，这就是依靠自己的方式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常常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环境，宁可来相信环境胜过对上帝的信靠。所以这边也提醒我们千万不要看环境，因为环境不是上帝，而要转而定睛看上帝，要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来仰望上帝，因为只有这位神才能够成为你真正的依靠。所以当我们越仰赖环境，就越会失去我们的信心。当以色列向这些长老向撒母耳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好像列国一样。撒母耳很不高兴他们所说的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在8章的5到6节就写说，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这些以色列的民众，甚至这些长老。那撒母耳的2个儿子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他屈枉正直的行为。那圣经上没有记载说撒母耳不喜悦他那2个儿子，但是当百姓要求立王的时候，他居然不喜悦，他不高兴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不喜悦以色列不要神吗？好像不是哦。之后的经文说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，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就是不要这位神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上帝很清楚告诉撒母耳，百姓并不是厌弃你，而是厌弃我。也就是上帝要告诉撒母耳说，撒母耳不要难过，不是你的问题，他们不是厌弃你当他们的领袖。我知道你心里可能会这样想，他们为什么不要你？其实不是的，他们是不要我这位上帝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上帝其实也要告诉撒母耳说，撒母耳，你不是他们的领袖，我才是他们的领袖。因为上帝知道撒母耳存着一个心结，这是非我亲自出马不可，这是一个舍我其谁非我不可的心态。撒母耳内心真正最大的问题是怕自己不再被需要，不再受百姓的重视，所以他的失落感油然而生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岗位上面，其实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好像别人不重视我了。其实在上帝的工作里面，他使用每一个人都同样重要，而每一个人也都可以被别人取代。其实在各样的服事当中，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，但是有一天你不在这个位置上了，上帝的工作依然进行，没有非我不可这件事，但是我们非有上帝不可。
我们来默想，当以色列长老们对撒母耳说：“你看，你老了，你的儿子又不学你的榜样，所以请替我们立一位王，治理我们，像其他国家一样。”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是这些话对你讲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察验人心思意念的主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环境，用自己的想法为自己做一些让人纪念的事，但这些并不是上帝你所要的。求你打开我们信心的眼光，了解你的心意，是圣灵引导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能够符合你的心意，才能够得到神你的赐福，最重要是得到神你的纪念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健康喜乐，我们下次再见哦。